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華達 channel， 我係阿希。2026年啊，祝大家生意興隆、身體健康、長做長有啊！今年我哋會連同威克斯帶俾大家大量嘅支持啊！各位中小企嘅老闆、工程界嘅朋友，我哋會帶俾你好多專屬你哋嘅優惠啊！今次嘅主角就係依套啦 WU9283寶，裏邊有一把磨機、油壓轉、電批、2粒5.0電池，仲要送埋個工具箱俾你，就只係1880啫。今次你如果買5套起呢，你又即刻送10粒4.0電池，買10套就送20粒4.0電池。一年裏邊每間公司有2次申請機會㗎。想參加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填咗申請表格，連同公司嘅商業登記嘅副本，同埋你鋪頭嘅購買發票，一齊 WhatsApp 俾我哋或者交低俾鋪頭。成功申請咗之後呢，我哋就會發出電子確認信，你哋就憑住電子確認信嘅編號去鋪頭度攞貨同埋電池啦。有咩流程上嘅問題，記得 WhatsApp 俾我哋，或者可以問翻鋪頭。仲唔快啲把握呢次機會提升你公司嘅裝備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拜拜。